想袂到咱的金沙滩的一战会落得这么凄惨。大哥大子尽忠未死，二哥战场地刀之下身亡，但兄弟被官兵的枪杀，现在不知相结如何。师父，你的伤痕是袂紧，血是一直流，以你的伤较要紧，你莫受遐尼真多。老弟，你看，山崖的所在，迄是什么物件？你去看卖咧。哎呀，无啦，无什么啦。师父，真有可能你回老过刀头晕有干花，迄只是一块山石而已啊。好亲像下面有人的款，你去看卖，紧。老弟，你是看到什么？师父，无什么，迄只是陈焕忠的尸体。我唔信，我来看卖，师父。你别看，迄个尸体，细哥你是无看到迄尸体大叫，我唔信，我来去看。细哥，你别看，细哥，我别看，不要你别看，迄是三哥的尸体，三哥的尸体，三哥，你是会当心。
山石交战伊，马路断崖是地混乱，山石会交死，死的无全的。三哥，四哥，我求你，你唔通去看。三哥，我求你，三哥。伯弟，你紧走，你紧倒转去摇酒声，你紧走，再来走，四哥你会伤嘞，你唔要管我。兵较等下就会对来这个所在。假使你若是唔走，咱兄弟是要同齐死大这心。四哥，你的伤有要紧，等到这个天黑的时阵，小弟一定会爱四哥你离开这，咱孤单倒来去游州救爹亲。我的伤这么重，你爱我是要怎样赶无？是要安怎样？都避着辽兵的队伍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小弟唔走，你落地，三位兄弟。我总是袂晓讲，我早放你无管。四哥，假使你若是带我走，也无法度渡过辽兵的手。咱八个兄弟，若是会当留一个倒转去，就会当安慰你妈的老大人。咱同归于尽。敢有什么意义性？紧走，你紧走！我死都唔走。什么？你唔走？我做你的四哥的人，一定要叫你走！你紧走！唔走，靠！你紧走！紧走！我就叫你走，四哥，咱到这样去走，四哥，你去走，四哥，你去走，是我安尼继续落去，你是会破病啊！宝宝，我望着因为伊叫了病，别搁讲啊，别搁讲啊！阿姨，你的世所，伊是做梦伫咧伤心，那你是咧哭安怎？阿姨。
心会开。讲囡仔，人讲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担心是有什么路用呢？阿娘，代志无？有咩代志？拄则我去屏埔打听消息，听讲皇上甲爹伊，安怎样？有30万的辽兵包围啊！你知影？有消息无？无，辽兵将幽州城围个水泄不通，城内情形连屏埔人拢唔知影。天哪！点出来啦！啊！你是宋军啊？是啊，老丈，阮阿兄受伤，阮规工拢无食物件，想要甲你分一杯安眠啊，头子机咧。哦，好，
大夫啊，啊，你出去外口摕一寡茶，转来通兄弟。好。有啥？啊，这是安尼啦，阮是做餐人啦，也无啥物款的好物件通请恁啦，只有是敢若大饼甲咸菜尔啦。真多谢，真多谢。你先食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杨世龙哦！阮公主啊吼，世界就是派人要掠你啦！阮囝已经去报信啦！师公跟走。唔免走，包养。你两个人相貌堂堂，一定是杨家将哦。若是杨家将，敢会遐简单就互你掠着？要能安尼，你两个是？阮两个兄弟四目，乃是杨家将杨世龙帐下的参军，要抬就抬，免多问。真是强将手下无落兵啊！小小一个参军，竟然会视死如归。死了惊什么？既然甲悲庆，生不如死。来呀！嘿，这两个人先压会了赢，听后若是掠着杨家将，才斗阵压会国本太后。是。这个受伤的人伤魂未轻，要好好甲伊照顾哈。就嘛是听两个蔡官讲的，因讲原版的公主已经抬死3名杨家将。好生气啊！杨将军，失敬了。你认错了，我姓廖，名叫廖端，并不是杨家将。哦，哼，遐若安尼，你是安怎会冒死，将死去杨家将，搁再独幕离悲呢？我在伫杨六郎面前为好笑，看在廖将军提拨我的大恩，不忍心目睭金金看到伊的重影，暴死在这个荒岛野外。陆将军，杨六郎对你有恩，你着要报答。家主查家若是对你有恩，你是毋是同款的报答我？踮在我的帐下做我的忠臣？
你怎会讲这几句话的意思？陆将军。像阮阿姊遐尔啊温柔，你若免答应就罢，若唔答应，我一声命令就当将你浑身摧骨。父亲你在苦中了，爱是有生命无轻声，眼前绿袖拖险境啊。 快说明，在下原行是我将领啊，公主马前做先行啊。两岸的人都险诈，向你谎言骗诈假。 那你查家就封你为先锋官，带路对杀杨家将。是，公主。也毋过我为马前先锋，但是我无马匹，是要安怎样去建功呢？这毋遐尔啊容易。来啊！在。将你的马匹让我先锋官。是，先锋车。哎呀！公主，唔好啊！迄神龙哦，伊骑马逃走哦。伊讲伊是啥物杨大龙。